所有的观众朋友要反射成他们国家在当地的传统形式，也就是呢，将鼓围绕成一个圆圈。而且刚才我们有跟大家介绍的，巴玛雅舞呢是在加纳北部的部落，他们呢为了交谊还有包括交流文化，在当地呢听说这个舞呢只有限制是男性的舞者才可以进行来编舞，还有包括来走位。当然呢，从以前舞蹈的起源一直到现在的文化，相信呢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舞蹈文化。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观众朋友也会喜欢他们为大家所呈现的这个国家特有的文化，掌声欢迎！